冬至呀，那么刚刚过的冬至倒是年，那么让今朝的一天之后呢，来首先有个传统的每家每户开始演海肉菜。老张，你们上家。我对牛准备在一在哪里去？张雪龙今年67岁，是地地道道的苏州农民。1998年，老张的村子成了第一批拆迁对象。拆迁后，他家分到了2套80多平米的房子。现在，老张家虽然住的地方改变了，但是每年冬至前腌制咸肉的习俗没有变。那就忙出来噻。哎，忙出来噻。这位是老张的媳妇儿，也姓张，今年66岁。张阿姨是老张的贤内助，家里的一切事务都由她包办。日积月累的持家经验，使她成为了腌制咸肉的高手。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徒弟？牛意啊，师傅，来，应该怎么弄？来教我。我教你了啊。老张放点盐。这样擦嘛，2个手。这样擦着。这样擦。就类似于帮这个肉按摩一样的啊。盐分的多少和力度的把握，这些都掌握在张阿姨50多年的腌制经验里。她说，用来腌制咸肉的猪肉，最好是选用带皮的肋条肉，还可以选用猪后腿肉。买回来的猪肉腌制前，绝对不能用冷水洗，这样腌制的肉才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。他们手艺比我好，这个有关手气的。有的人腌的肉啦，手气不太好；有的人腌的肉，这肉好吃的不得了。我老婆腌的肉蛮好吃的。盐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后，肉就可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缸里面。这样的大缸，老苏州们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口。我们把肉放到那个缸里面之后，我们要干嘛呢？那弄个啥的阿拉还不拿？石头。哎，弄个啥的阿拉上的哇？啊，那个石头是不是很重？哎，没松开这个啊，那这种事情，这种活呢，让小张来干啊。师傅您休息。好。老苏州的生活是很精致的，哪怕是一块用来腌肉的石头，也是很有讲究的。这边我们这个石头自己做的，你看那不是要光滑的不得了。腌东西什么东西都要必须要石头，因为不是没有石头了，这个东西它压不接，这个不压接，它的材料要坏了的。老张夫妇生有1儿1女。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家了，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一年到头，他们一家是聚少离多。对于张阿姨来说，咸肉最好的滋味就在过年儿女们回来的时候，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这个肉嘛，冬至关我腌制嘛，等大年夜拿出来做嘛，三个是大家一家门，大家吃团圆饭，也是囡啊、儿子啊是。孙子啊，侪做来吃年夜，团圆夜饭做啊是。一年派单来嘛，侪是忙得三个大年夜搿一天啦，大家侪做来吃团圆夜饭，三个的，再幸福个是，再搿个快乐搿一天嘛，再搿是。张阿姨嫁给老张的时候，他们家很穷，能吃到一块美味的咸肉，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梦想。现辰光吃搿个咸肉嘛，三个。啥个？这个啦，咱这个种天下午啊，做啥个呢？这个炖子个鸡皮子还吃得了，这个不得了，这啊啥个？我记得小时候我到就是红糖去买肉不是这种好的肉，这都是猪头腌的。那时候了，这个凭票的，一户人家做一个猪头，一个猪头了，把它撇开给了，把它腌起来，腌起来后了，需要我们去排队，你如果出去的慢一点就买不到。所以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说这个2、3点钟，2点钟出去排队了。早上，再呢这个再冷的天又要去排队，可是人家你如果这个不去排队，就肉买不到，那时候就没有吃了。小时候，老张为了能吃到一口咸肉，大冬天凌晨2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步行3、4里赶到横塘排队买肉。直到现在，排队买肉的场景在老张的印象中还是非常清晰。排队买肉嘛，有的他们有种年纪大的人嘛，就是这插队啊什么都有的。我们年纪小孩嘛，差不多他们只好跟在后边。基本上好多肉给他们都捡光了。我们常买的这吃的肉，那时候已经是去卖幸运了，是吧？买不到就是排包一趟，明天还要去排队，是这样的。还要去爱冻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是这样的。
那时候开心的不得了，我们回家可以吃肉了，是吧？一家我们可以吃肉了，是这样的。我好几天没有吃肉了，今天可以吃，大可以宝宝可以吃一下肉了，就是高兴的不得了。我小孩。现在，老张夫妇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腌好了咸肉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现在放心的饭自个肉你给还吃，没得种的不大放心吃的状态是。咸肉用石头压完之后，张阿姨和老伴过半个月就要翻一次缸，以保证每块肉都腌透了。这些是老张夫妇半个月前腌制的，今天到了起缸的日子，他们要把腌制好的肉拿出来，穿上线绳，挂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每天，老张夫妇早上拿出来，晚上再收回去。这样的工作要重复4、5天，直到把咸肉中剩余的水分晒干、晒出油为止。晒足了太阳的咸肉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晶莹透亮的黄色，空气中也弥漫着肉的芳香。张阿姨取下一块咸肉，亲自下厨，要为我们制作一道老苏州的美味佳肴。您今天做这个菜是什么菜啊？我这个伊多鲜，苏州最有名的伊多鲜。哦，小唐啊是外地人，因为你看我是湖南人啊，我们家里那个呢就是吃那个烟熏肉啊，可以说小唐是吃烟熏肉长大的，然后从来没尝过我们的师傅做的这个咸肉，我今天尝一尝啊。这个味道很好，哎，很鲜，很鲜，哎，有一点点咸的哈，有一点点咸，哎。但是这个味道鲜的不得了，这个口感很 Q 弹，很棒，师傅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做的真好，好。自家腌制的咸肉延续着水乡美食的传奇，也透露出苏州人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。你屋里向老买牲口，那么后来这个做出一些大鱼薯，2年抢白的，我才送不来。我个老婆张英珍。勤劳有为也聪明，一直是呢是一家人，一家老小呢都是开心过。春节这样情况下后毛有一鸟，该日后日是个派头鱼。自家一个爱肉呢，加一下吃有偶然，肯定不会用工业用盐的了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腌制品呢少吃为好，因为里向有药膳受益了，对身体不利的。特别是高血糖鱼呢，更要注意。腌起来过后了，需要我们去排队。你如果出去的慢一点，就买不到。所以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说这个2、3点钟、2点钟出去排队了。早上啊？早上。再呢，这个再冷的天也要去排队。可是人家你如果这个不去排队，就肉买不到，那时候就没有吃了。小时候。老张为了能吃到一口咸肉，大冬天凌晨2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步行3、4里赶到横塘排队买肉。直到现在，排队买肉的场景在老张的印象中还是非常清晰。排队买肉嘛，有的他们有种年纪大的人嘛，是这插队啊，什么都有的。我们年纪小孩嘛，差不多他们只好跟在后边，基本上好多肉给他们都捡光了。我们只好买点这吃的肉。那时候已经是卖幸运了，是吧？买不到就是排一场，明天还要去排队，是这样的，还要去爱冻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是这样的。那时候开心的不得了，我们回家可以吃肉了，是吧？一家我可以吃肉了，是这样的。我好几天没有吃肉了，今天可以吃，大可以宝宝可以吃一下肉了，是高兴的不得了。我小孩。现在，老张夫妇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腌好了咸肉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现在放心，这个东西它要不急，这个不要急，它的材料要坏掉的。老张夫妇生有1儿1女，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家了，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1年到头，他们一家是聚少离多。对于张阿姨来说，咸肉最好的滋味
就在过年儿女们回来的时候，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这个鸟嘛，冬至关我儿子嘛，等大年夜拿出来这么三个是，大家一家门，大家吃团圆饭，也是囡啊、儿子啊、孙子啊，侪做来吃年夜团圆饭做啊是。一年派单来嘛，侪是忙到三个大年夜搿一天呢，大家侪做来吃团圆饭三个的，再幸福感的，再搿个快乐搿一天嘛，再搿的。张阿姨嫁给老张的时候，他们家很穷，能吃到一块美味的咸肉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梦想。现辰光吃搿个咸肉嘛，三个啥个三个两整天搿种天下午啊，做啥个呢？只有炖煮个鸡皮子还吃得了，三个不得了，这样子个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到就是混汤其实买肉不是这种好的肉，这都是猪头腌的。那时候了，这个凭票的，一户人家做一个猪头，一个猪头了，把它劈开给了，把它腌起来。就类似于帮这个肉按摩一样的。盐分的多少和力度的把握，这些都掌握在张阿姨50多年的腌制经验里。她说，用来腌制咸肉的猪肉，最好是选用带皮的肋条肉，还可以选用猪后腿肉。买回来的猪肉腌制前，绝对不能用冷水洗，这样腌制的肉才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。他们手艺比我好，这个有关手气的。有的人腌的肉了手气不太好，有的人腌的肉这肉好吃的不得了。我老婆腌的肉没好吃的。盐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后，肉就可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缸里面。这样的大缸，老苏州们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口。我们把肉放到那个缸里面之后，我们要干嘛呢？那弄个上头阿拉海不啦？石头。哎，弄个上头阿拉上头哇。啊，那个石头是不是很重？哎，不免松开这个。啊，那这种事情，这种活呢，让小唐来干啊。师傅您休息。好。老苏州的生活是很精致的，哪怕是一块用来腌肉的石头，也是很有讲究的。就变成我们这个石头自己做的，你看那不是要光滑的不得了。腌东西什么东西都必须要石头，因为不是没有石头了。这冬至呀，那么刚过的冬至到是年，那么到今这个一天之后呢，来首最有个传统的每家每户开始腌咸肉菜。老张，你忙啥呢？我的肉准备在腌在哪里去？张雪龙今年67岁，是地地道道的苏州农民。1998年，老张的村子成了第一批拆迁对象。拆迁后，他家分到了2套80多平米的房子。现在，老张家虽然住的地方改变了，但是每年冬至前腌制咸肉的习俗没有变。那就忙出来噻。哎，忙出来噻。这位是老张的媳妇儿，也姓张，今年66岁。张阿姨是老张的贤内助，家里的一切事务都由她包办。日积月累的持家经验使她成为了腌制咸肉的高手。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徒弟？愿意。啊，师傅，来，应该怎么弄？来教我。我教你了啊。老张放点盐。三个叉嘛，2个手。这为自个肉，你给还吃。我这种的不大放心吃的，抓这样子的。咸肉用石头压完之后，张阿姨和老伴过半个月就要翻一次缸，以保证每块肉都腌透了。这些是老张夫妇半个月前腌制的。今天到了起缸的日子，他们要把腌制好的肉拿出来，穿上线绳，挂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每天，老张夫妇早上拿出来，晚上再收回去。这样的工作要重复4、5天，直到把咸肉中剩余的水分晒干、晒出油为止。晒足了太阳的咸肉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晶莹透亮的黄色，空气中也弥漫着肉的芳香。张阿姨取下一块咸肉，亲自下厨，要为我们制作一道老苏州的美味佳肴。
刚刚讲过的，冬至到是年，那么让今这个一天之后呢，来首先有个传统的，每家每户开始沿海肉菜。老大，你们上家？我对牛，咱们这一在哪里乡？张雪龙今年67岁，是地地道道的苏州农民。1998年，老张的村子成了第一批拆迁对象。拆迁后，他家分到了2套80多平米的房子。现在，老张家虽然住的地方改变了，但是每年冬至前腌制咸肉的习俗没有变。那牛忙出来噻？哎，忙出来噻。这位是老张的媳妇儿，也姓张，今年66岁。张阿姨是老张的贤内助，家里的一切事务都由她包办。日积月累的持家经验使她成为了腌制咸肉的高手。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徒弟？牛意啊，师傅，来，应该怎么弄？来教我。我教你了啊。嗯。老张放点盐。嗯。这样擦嘛，2个手。这样擦着。对，这样擦。就类似于帮这个肉按摩一样的啊。盐分的多少和力度的把握，这些都掌握在张阿姨50多年的腌制经验里。她说，用来腌制咸肉的猪肉，最好是选用带皮的肋条肉，还可以选用猪后腿肉。买回来的猪肉腌制前，绝对不能用冷水洗，这样腌制的肉才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。他们手艺比我好，这个有关手气的。有的人腌的肉啦，手气不太好；有的人腌的肉，这肉好吃的不得了。我老婆腌的肉蛮好吃的。盐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后，肉就可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缸里面。这样的大缸，老苏州们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口。我们把肉放到那个缸里面之后，我们要干嘛呢？那如果上点阿拉还不拿？石头。哎，如果上点阿拉上点哇？啊，那个石头是不是很重？哎，不蛮松开这个。啊，那这种事情，这种活呢，让小唐来干啊。师傅您休息。好。老苏州的生活是很精致的，哪怕是一块用来腌肉的石头，也是很有讲究的。这边这个我们这个石头自己做的，你看那不是要光滑的不得了。腌东西什么东西都要必须要石头，因为不是没有石头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它压不结，这个不压结，它的材料要坏掉的。老张夫妇生有1儿1女，现在孩子们都嫌腌制的。今天到了起缸的日子，他们要把腌制好的肉拿出来，穿上线绳，挂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每天，老张夫妇早上拿出来，晚上再收回去。这样的工作要重复4、5天，直到把咸肉中剩余的水分晒干、晒出油为止。晒足了太阳的咸肉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晶莹透亮的黄色，空气中也弥漫着肉的芳香。张阿姨取下一块咸肉，亲自下厨，要为我们制作一道老苏州的美味佳肴。师傅，您今天做这个菜是什么菜啊？我这个伊多鲜，苏州最有名的伊多鲜。哦，小唐啊是外地人，因为你看我是湖南人啊，我们家里那个这个再冷的天也要去排队，可是人家们，你如果这个不去排队，就肉买不到，那时候就没有吃了。小时候，老张为了能吃到一口咸肉，大冬天凌晨2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步行3、4里赶到横塘排队买肉。直到现在，排队买肉的场景在老张的印象中还是非常清晰。排队买肉嘛，有的他们有种年纪大的人嘛，是这插队啊什么都有的。我们年纪小孩嘛，插不过他们，只好跟在后边。基本上好多肉给他们都捡光了。我们常买的这吃的肉，那时候已经是先买幸运了，是吧？买不到就是排完一趟，明天还要去排队，是这样的。还要去爱冻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是这样的。那时候开心的不得了。
我们回家可以吃肉了，一家我们可以吃肉了，是这样的。我好几天没有吃肉了，今天可以吃，大可以宝宝可以吃一下肉了，就是高兴的不得了，我小孩。现在，老张夫妇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腌好了咸肉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现在放心了，饭自个肉你就还吃，毛子真的不老放心吃的，这样子。咸肉用石头压完之后，张阿姨和老伴过半个月就要翻一次缸，以保证每块肉都腌透了。这些是老张夫妇半个月即已经长大成家了，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一年到头，他们一家是聚少离多。对于张阿姨来说，咸肉最好的滋味就在过年儿女们回来的时候，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这个肉嘛，冬至关我儿子嘛，等大年夜拿出来做么三个是大家一家门，大家吃团圆饭，也是囡啊、儿子啊、孙子啊，侪做来吃年夜团圆饭做啊是。一年派下来嘛，侪是忙到三个大年夜搿一日天啦，大家侪做来吃团圆饭三个的，再幸福个是，再搿个快乐搿一天嘛，再搿是。张阿姨嫁给老张的时候，他们家很穷。能吃到一块美味的咸肉，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梦想。现辰光吃个咸肉嘛，这个啥个这个啦，真这个天下无啊，做啥个呢？这个炖子个鸡皮子还吃得了，这个不得了，这样子个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到就是混汤其实买肉不是这种好的肉，这都是猪头腌的。那时候了，这个凭票的，一户人家只有一个猪头，一个猪头了，把它撇开给了，把它腌起来，腌起来过后了，我需要我们去排队。你如果出去的慢一点就买不到。所以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说这个2、3点钟，2点钟出去排队了。早上。这样的。